冇錯，又係我。Man 姐文慧心喺 FAT 嘅現場直擊報導。我肥咗，我知，我唔食肥啲，我點扯到呢單嘅獨家料？總之，我去到邊度，邊度就係直播間。如果我唔喺呢度，我一定去咗洗手間。Music 40罐午餐肉，18碟肥牛，仲有5打公魚，成隻肉蟹，再加8盒水餃，芝士腸，成兜粉腸，蛋白菜夠啦。見你撻得咁鬼嗨，再到袋都冇位擺，成廿磅生下都立晒，還跳彈。你隻手拿過 Fat Car，再去交出你 hairstyle，就像 Bosco 一樣型 all the time。佢嘅袋裏永遠都有盒奶奶。Remember， 唔好隨便去睇。好癲啊！我覺得呢一個嘅 Man 姐先至最似叻狂喎，我發現啦。OK，好啦嗱。